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初1，也是咱应该敬拜主的主日。诗篇66篇40安尼讲：全地着敬拜你，学乐你，着学乐你的名。愿咱逐天拢献上咱的敬拜甲学乐，互咱的主，通得主的欢喜。咱三甲来祈祷。阮专心所敬拜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心所尊重的主。阮要用敬畏的心来服侍你。主啊，你所造的万民拢爱敬拜你，因也要荣耀你的名。主啊，你互阮活命甲气势。主啊，你互阮平安甲欢喜。主啊，阮深知离开你，阮就无法度做啥物，因为你是生命的主，你是祝福的源头，你是阮一切的所有。只有你伫阮的内面，阮的打拼甲努力才有意义。恳求你搁一遍将你活命的气力赏赐阮，互阮一世人有主通欢喜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咱一生拢敬拜学乐咱的主，尊主最大，荣耀伊的名，互咱一世人有主通欢喜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